來繼續來看國民黨新北市長的參選人李四川，進前講，伊目前咧拍選戰，親像是一個人對兩個人。結果民眾黨的黨主席黃國昌誤解意思，想講李四川是咧講伊，戰鬥內領袖趙少康當場甲解破，講李四川所講的兩個人是咧講蘇卡輝甲伊的老爸蘇貞昌。昨天我訪問李四川的，他是說他是一個對兩個哈。戰鬥內領袖趙少康話就也未講了，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就笑出聲，是講川博真的有覺得我在對他嗎？不是你，是他一個對蘇貞昌跟蘇巧慧兩個。是。趙少康一句唔是你，黃國昌表情小看眼鏡，原來一切攏是誤會。這段話本地切咧講，支持你的好朋友還跟我講說，說啊。你現在是一個人對付兩個人了，這個選戰。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最近真接咧走基層，也真接上節目，因為伊的對手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卡輝，那是新北連任3屆的在地立委，更加是老縣長的查囝。蘇巧慧會努力，謝謝大家。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過去是台北縣長，今年過年也到新北各地走訪，向鄉親推薦家己的查囝。那是團情，更加是希望蘇卡輝會當互新北拿天變綠地。蘇卡輝那早早就將新北29個行政區市場攏行透透，而且以水獺媽媽廣告詞的形象，嘛互伊食到真濟親子票。嚴個高單攏無含伊老爸蘇貞昌公開合體，敢是分進合擊。蘇院長其實已經退休了，他過去的成績更是讓現在能夠現代化重要的基礎。這一些經驗和資歷都是未來我的養分。我要在這邊信心喊話川博，不論蘇巧慧的陣容有多強大，不管他爸爸怎麼幫他跑行程，請川博放心，我們所有的議員夥伴都會是你的最佳影分身。不過那也給阿囝，也是對家母真有信心。眼前到了家己選擇的節奏，愛個顧慮那袂合，後續個友軍要安怎整合，也看懂到2026的新北政局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